因为印度嘅后生农民就算无土地、无资金，陆卡唔支持，还是坚持爱耕种。不过，更加已经没单人通马嘅时代嘅，许多农民会摇称打竹子战。今日我带大家来看嘅是桃园市青年农民联谊会，因为是全国第一个整起来嘅青农联谊会平台，虽然有170人嘅个家伙，三样分类同竹子非常抽切。除了有员工调大型机器相互探索的机制，做木共用作物的也是在合作。因为还同桃园农改场共下研发生产情报管理系统，清楚嘅记录每代农民生产同卖嘅情形，避免sản收唔完。有单位结合科技通信软体，所以分析时一个临时呢，如果有人同探索，因为希望大部分呢耕种嘅人唔会感觉孤寂。也想要改变大家认为农业都是苦渐渐的嘅影响。今日泰西亚国会渐渐到天路条前，受到又长又长现在用的条条亮亮的，顺来黑多嘅做乜嘅呢？我买到，哎嘛，听唔见哦。好啊，加一两分啊，挨。你看看一看 M。166到175，哈，买一两段，哈，挨讲番薯的时间冇按跳。行到伫天路头前，讨论爱买嘅唔係遊戲，唔係運動用品，係農民做事，種起來也係帶起來唔會重疊嘅嘅東西。其實家看到嘅東西吼，佢對人幫助真大，係啊，因為人做農嘅從頭要辦重嘅東西，嗰種。拉力帶，你弄迄拉力帶啊，嗰種負吼做起來對身體搬東西嘅時間輕輕鬆，做嚟減低差不多30%嘅重量，係啊，就真好做勢安尼。其下嘅泰西亞國會有限家下就會共下討論，研究做按到馬介西要做嚟用嘅。家條其實都係桃園市青年農民聯誼會嘅成員，1801年7月嘅正式成立。係全國頭一個成立嘅青年農民聯誼平台，成員由18歲到45歲嘅人，都計有170人上嚟。我們是鎖定你今天來學習，好，透過學習之後認識了彼此，那進一步聯誼嘛，聯誼就可以深入了解。那借由這樣子，然後我們就可以發現互相的問題，那就是我們做一個關懷，最後達到互助。所以我們聯誼會做起來就是一個比較單純的地方，而且是一個很歡樂的一個地方。耕種嘅石頭動出鉗，又還有動到眉毛密節，自家默默地彼此喜命，實在太辛苦咧。70年次出世嘅吳俊傑，對聯誼會同佢嘅幫助有同層嘅體會。吳俊傑9年lang前留學經驗嘅石頭表態，轉到故鄉來耕種。前4年同家爸爸兼做兼學。下後上個轉做郵寄，家爸爸就本給一些求尾貼來吃種。試了以後，被責罵會比較多，因為那是一個經濟來源，你不能把經濟來源拿當作是一個試驗品在做事業，那當初就損失很多東西。爸爸看不下去了，在第4年的時候，終於說，那你乾脆你不要跟我一起做了，你自己出去，就現在這一邊，那我自己就獨立起來做。自家出嚟做，就算種郵寄，無像一般嘅工作有按學嘅書生，唔準確還係會做。家老太都學嘅分呢，本來老到唔是少會買無耐氣，冇想到家嘅產品唔合乎標準。因為大盤的大環境不接受那種，有蟲洞，因為這種東西就是不符合規格，因為蟲洞，那大家認為就是一種很醜的。那我跟我弟弟這樣教了這麼1-2年之後，因為理念上不合，所以就是我毅然決然就是要跳出這個大圈子。那跳出這個大圈子，就必須從零開始。菜種了一大堆，但是始終沒有辦法，就是很順利的把它賣出去。在賣無耐氣，將轉型嘅頭營業，穿唔上馬介錢，故所機動神夢。一直到加入桃園市青年農民聯誼會，家嘅想法有為動態嘅改變。俊傑哥，你冇贏啊？係啊，你來上好啊。
我带伴来哦，袂歹啊。我知影爱斗骹手。来，甲你斗骹手诶，好啊，紧来。哦，菜伤济啊，赶袂出来。联谊会嘅成员收到有人爱你天数嘅信息，有限嘅农民朋友就会填定去天数。俊杰哥，是。菜怎么那么多？这么多怎么办？哎，种都种下去了，不采，然后放着让它丢掉嘛。放着也不行。啊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帮我销这些菜的通路啊？刚好在那个巴德接收中的路桥下，有要办那个年货大街啊，为期我记得2周嘛。是啊，2周对。哦，那是个机会啊。大部先推科技软体群组嘅信息发送出去，同时会买到奶去，会前按到万元来天数，就填得有好结果。按尼做过后，佢未了几多，是会开嘴讲，爱人来天数。按你来做工作，就唔会吃到嘅单人痛骂动故事。我觉得不开口不行，因为毕竟这已经是同号在一起的伙伴，都愿意给我很正面的回答，愿意给我，比如说建议我说，那我们应该把产能调节一下，把产能调节一下，不要单样菜种了5分地4分地种这么多，这可是没有办法，这有机方面是没有办法销售。啊，你大家去帮忙做农事较强啊。可以家己的力量哈，他无拉力的，他做人去做，一下子做对了。我们互相，今天我帮你，那我有一些通路介绍给你，那你改天你有一些你没有办法用的通路，你会介绍给我，这个有时候就是大家农民串联，那在互相帮忙的那个情况下，其实是有互利的那个作用。桃园市青年农民联谊会头一届嘅会长吴成富讲，头摆工作日网友按到机器家下，大家会嗡嗡蹦蹦，揾工艺嘅方式来重复天数。佢老亚种方式轨道卡现推嘅做法，先查有几多嘅资源，提出各个会员嘅尊重，牢记各个法律。为老讲啥，要按到马街农用机器整理起来，建立人力同机器重复天数嘅方式。当年轻人回乡之后，我们希望找回我们传统台湾的一个人情味，所以我们利用了 LINE 跟 Dropbox， 利用 Dropbox 我们来清点我们所有的机具的一个使用量，好让它去确保，因为台湾的农机很多其实不是用到坏，而是它的使用效率不高，所以营运成本会增加。我们利用 Dropbox 来做调查之后，让它的使用频率增加，好，然后提高它的设备利用率的时候，成本自然就降低了。来，好，谢宏兄你好，今天就麻烦你帮我打这区的原子了哈。好啊，肥施好了吗？施好了。队长试睇一刀前搭温室嘅青年农民彭义贤嚟講，為買一台減嘅60萬元嘅大田機，對佢嚟講係動態嘅負擔。我以為聯誼會嘅機器調皮過後，負擔就冇安太咧。省了時間啦，也省了人力，因為傳統的話是需要那種人推的小牛這樣翻土，會比較吃力。如果是夏天的話，有沒有在裡面可能就整身汗這樣子。它這台機器就是在上面操作的話，就不用這麼辛苦，完全都是機器在操作，就不需要用到人力這樣子。像它的效果，它的土壤的話就可以打得非常細，但是比那個小台的耕耘機的話，它可以打得更細，大概有差了4、5倍的細度。我們一方面過去可以做交流，那一方面協助他快速完成工作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們其實也可以領工資，然後剛好也可以來提供這個服務，把我們這個設備應用的時候的這個設備利用率增加嘛。那有一點費用假設說我們這個設備我們是算5年要攤提這一個設備的成本，那可能在這樣子的換工的模式的效益的時候，可能在3年我就可以達到這樣子的效益，把這一個設備的成本來回收。我們可以採用2種方式，當你沒有辦法幫別人回來的時候，那你可能就是直接出錢。
如果你们两个可以在不同产业，你们可以互相做一个协助调配的时候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那其实可以进入以物易物的一个方式。第二位出题有问讲，钓机器无就加机器嘅做法，还透过产业分组，可以生产皮料、机器用嘅肉，也都搞好过程。有多经验嘅人，带领增多类工作经验来学习。另外，还有同农业改良处技术合作，推出生产情报管理系统，透过电脑同数据嘅来记录所有成员的生产工作方式。我们也直接把这一套系统跟我们的那个供货商这边来做一个协调，就是当我们生产种植的时候，等于供货商那里也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有什么产品，让青年农民有一点优势，就是当我种下去的时候，已经是卖掉的时候了，就不会有产销失衡的状况发生了。对，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，我们跟其他青年农民借的这些东西，其实我们觉得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，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会开那个小型的机具啊，就是不是乘坐式的。可按照乘坐式来讲的话，跟那种小型机具的使用方法是不太一样。那经过这个肥料课程之后，我们就大概了解说，肥料里面还有哪些成分，还有哪些要素。那我们了解以后，我们再做肥料的筛选，我们会比较容易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对生产技术嘅新知识，都用嚟卖嘅建议提供。其实按用嚟面对消费者，又係另外一個學問。故所思維啲腦杯擺攤呢，一條聯誼費嘅道中，就會搞幾一條用嚟賣。連會講地會馬街花，係面嚟賣，都會多嘅。知英早，早，生意好嗎？还好。等一下，味道不够，我今早拿过来加。可以啊，你就一次可以推2、3样啊，对啊。一條做法到聯誼費度方，想係親子嘅李子怡，就吃到動有年輕味。其實一開始來擺的時候，真的會覺得很不好意思，因為以前真的比較少，就是接觸人群就直接要這樣端給客人說，請你幫我試吃這樣子。可是姐姐他們就會跟我說，你就是不要害羞。然後他們一開始就會說，你這樣音量不夠，客人聽不到。然後他們就會在我旁邊說，來哦，趕快哦，來試試蜂蜜哦。然後就讓我看着他們做，然後邊學這樣子。然後擺設方面，他們會跟我說，你產品要擺得集中一點。這樣客人在挑選上或者在視覺上就會有比較多個選擇，或是比較熱鬧這樣子。聯誼費查過所有嘅資源，發現無共用嘅產業之間做得結合起來向下做，從係育膨嘅一農民同種茶嘅農民，透過茶樹開發嘅期間，育膨嘅一年老膨上最多茶園氣，而一條膨嘅來採花。茶樹如果一條膨嘅來天高花，就會打出茶籽，安尼上磅上天。韓國會開教育嘅課程，幫韓卡多嘅聲音嚟認識生態平衡同大自然嘅循環。我覺得做湯圓很好玩，但是蜂箱裡面有很多蜜蜂，然後茶花裡面，蜜蜂要幫忙結果才能泡茶。那為什麼蜜蜂是要在那邊？因為他們要採花蜜。那你知道說，蜜蜂採了花蜜之後，它會有什麼樣？它會變成蜂蜜。你一般係嗌你愛採茶花，或者你茶農機愛收分，茶花愛收分去種會結個茶籽，或者去個茶籽叫嚟摘茶，種落底煎個榨油，煎個茶油，茶油嗌你就係一般應講當好嘅一種油啦，植物油一種嘅。比如講嗌啲油撈啲育膨嘅膨咯，來合作做啲茶花粉，那茶花嘅花粉特別是冇用嘅，嗌啲是全部用到茶葉本去一個特特。安啲講熟悉到啲膨隆之後，啲講那度純天然嘅茶花粉，當困難。
倒来肥。你啊，对我来讲，卖一则新的出路，对个碰农来讲，卖是一则新的纯商品。一撮撮嘅菜đều上咗，一道好食嘅料理都係連年非常熱嘅農產品。種冇強用農作物嘅農民朋友，大家強下就從佢哋大家庭。做馬嘅事數量唔大，是為虧損，就會有意來聽數。工作有多多馬嘅困難，有老強嘅唔控普嘅多嘅。桃園市青年農民聯誼會大幫相互幫助、相互合作，希望改變農業嘅現象，為後生農民朋友唔會做到安件事，會更加有信心。耕種嘅事業未將會傳承下去。